OK 嗱，冇錯喎，一如所料咧，呢個寶馬咧起步得好好啊！哇！你哇，後邊啲康打上得好快啊！哎呀，米志利斯撞咗啊！米志利斯，哎呀，波及到歐陽若曦同賓拿利啊！係啊，撞埋一大紮。好多車都有事啊！哇！嗰啲賓把成地都係地下全部碎片啊！其實首先就米志利斯出事先㗎，因為佢咧就直頭喺起步第一個彎啊，就已經撞咗埋欄啦。跟住或者彈翻出嚟嘅時候咧，就影響到多位車手。我覺得可能會出紅旗啊，唔止係 safety car 添啊。因為我諗有排搞啊呢度。5號車、25號車啦，幾部車啊！係啦，哇！見到博文啊、歐陽若曦啊，同埋呢個賓拿利啊等等嘅車手牽涉入意外。嗱，好明顯啊，阿侯夫同埋阿蒙特路部車係上得好快脆㗎。咁啊，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係米志利斯咧發生嚴重嘅意外啦，咁所以令到咧係前邊嗰紮車咧就已經係撞埋一齊。哇！呢個咧哇好嬲喎，有人哇好激動喎嚇。可能佢係俾人波及嘅，所以佢好。同埋個車係出緊煙嘅，所以佢好心急啊！就係博文啊，就叫啲工作人員快啲去幫佢啊！係啦，紅旗啦，冇錯啦，一定紅旗啦，因為呢度咧有排搞啊，成紮車咧就係炒埋一碟。好啦，呢幾架走甩㗎啦，呢啲。嗱，我都話啦啊，呢個彎位嚟。嗱，慢鏡頭重播啊！嗱，米志利斯同我趙頓有少少碰到噶，跟住就失控撞咗埋欄噶。咁啊救車嘅時候咧，有架車啊，哇，左搖右擺，所以影響到其他車手咧，亦都波及咗好多。因為一撞咗埋欄，佢彈翻出嚟咧，就已經係完全啊，係完全冇意識咁樣咧，係一堆車撞埋一齊。個博文嘅車就有起火嘅跡象添啊，所以見到佢，哇，都好慘啊，真係。殃及嘅車咧，似乎已經係5至6部啊，我諗都係有問題㗎。係啊。